1983年，究竟香港興啲乜嘢電視劇？嗰陣時嘅香港學生哥會睇乜嘢公仔書攝時間，而麻甩佬又中意去邊度消遣？呢一年對於香港人嚟講，就好似跌咗落黑洞嘅一年。原因係當時英國同大陸閂埋門，傾緊香港嘅前途問題，搞到被隔空咗嘅香港人完全唔知道自己將會係點。所以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有今生冇來世咁樣夜夜笙歌，並且對於乜嘢聽到翻嚟嘅都市傳說都會信得一餐。以下就等我哋一齊睇下咁動盪，但係又有啲香艷嘅一年，香港發生過嘅大事。1983年發生嘅第一件大事係一單娛樂新聞。喺2月8號，傳聞俾陳玉蓮啱啱飛咗冇幾耐嘅周潤發，突然之間同余安安閃電結婚。當時由於發哥同佢班鄧川石係無綫嘅藝人，而余安安同佢班姊妹就係亞視嘅花旦，所以兩個電視台都恃住自己係老細，乘機騎劫呢單喜事，派出咗攝製隊去全程直播成個婚禮嘅過程。我請在座各位見證，我周潤發佢吳德英小姐，即係余安安小姐，唔係我合法去㗎。發哥嘅婚禮搞得好風光，不過搞完唔夠10個月，竟然就出現咗戲劇性嘅發展。喺11月15號，發嫂余安安突然同記者講話，佢同發哥已經搞緊離婚手續，令到喺呢幾個月入面，一路睇住佢哋兩公婆點樣放閃嘅香港市民，即時炒晒車。喺 O 嘴之餘，仲見識到現實嘅情節，原來真係可以峰回路轉過電視劇。1983年4月4號，無綫電視喺明珠930時段播咗一出用 3D 技術嚟製作嘅電影，叫做《黑狐妖復仇記》。話只要戴住一副特製眼鏡去睇，就會睇到個畫面有突出嚟嘅立體效果，令到人人都好期待。不過嗰副賣成2蚊嘅所謂特製眼鏡，其實係好 Q 穩笨，佢只係用啲爛鬼卡紙折出嚟，並且最高科技個位就係貼喺眼前面嗰2張玻璃紙，所以好多朋友為咗唔想益咗無綫，都會選擇去書局買材料，翻屋企自己整就算數。講開無綫電視，喺1983年呢個曾經壟斷咗收視嘅大台，除咗播過立體電影之外，其實亦都推出過一啲幾有人氣嘅節目，例如《絲綢之路》紀錄片，就係由當時啱啱跳槽過去冇幾耐嘅 King Sir 負責做旁白，日本音樂人喜多郎負責配樂，曾經帶起過香港人買錄影機去錄呢個節目嘅熱潮。另外嗰年嘅《歡樂今宵》亦都播過2齣好令人印象深刻嘅短劇，佢哋分別係由盧海鵬擔正做主角嘅蝦仔爹哋，同埋會睇到小朋友瞓唔着嘅恐怖單元劇《四人歸西》。呢齣劇當時用咗同天線得 B 一樣嘅視覺特技去表達嗰啲因為打牌而死晒嘅怨靈，非常邪門，令到佢成為咗電視界嘅永恆經典。無綫電視嘅長篇武俠劇喺嗰一年亦都係非常受歡迎，最出名嗰2齣就係《射雕英雄傳》同《神雕俠侶》，捧紅咗唔少藝人，包括飾演黃蓉嘅翁美玲、飾演小龍女嘅陳玉蓮，同埋飾演神雕嘅神雕。神雕憑住充滿喜感嘅肢體動作，曾經打動咗無數嘅香港市民，令呢個角色成為咗電視史入面唯一屬於鳥類嘅特攝片男主角，仲破天荒咁喺 Prime Time 有自己冠名嘅專屬節目。80年代成功嘅武俠劇通常都會有以下嘅元素，包括咗會有點穴嘅場面。哇！呢個人咁衰喎，我攞針吉佢啫嗬。主角會用手掌掂住另一個人嘅身體，幫佢療傷，又或者幫佢逼翻啲毒出嚟。會喺梅花樁度比武，會用音波功。會穿崩，會有天王巨星做牙差。黃道乾大人俾人暗殺，我都未懷疑你哋，仲喺度討教人家。仲會有馮志峰飾演男主角嘅童年，並且出戲都係佢，睇到觀眾好 Q 混淆。但係最重要嘅就係要有一隻見得人嘅合唱主題曲，並且其中一段會係男女搭晒聲，各自唱啲唔同嘅歌詞，令到觀眾永遠都聽唔 Q 到嗰幾句究竟係噏乜春。
1983年4月27號，紅磡體育館正式開幕。佢唔單止係全香港第一個容納到超過1萬個觀眾嘅表演場地，同時亦都係第一個令香港市民見識到乜嘢叫做山頂位嘅地方。喺80年代，好多歌星都喺紅館度開過演唱會，例如徐小鳳、哥哥張國榮同埋倫伯譚詠麟，佢哋一開就開幾十場，完全就好似玩命一樣。而當時喺紅館開 show 嘅，除咗有本地歌手之外，仲有由外國嚟香港登台嘅國際級天王巨星，包括 David Bowie、Wham 同埋 Whitney Houston， 曾經係好轟動嘅新聞。由於佢哋頂多都係唱2場，啲飛非常之矜貴，搞到歌迷要四周圍撲飛，至有機會可以入到場。80年代演唱會嘅飛理論上唔係俾你買嘅，而係俾你撲嘅，因為好難至搶到，搶唔到就只可以睇下個歌手會唔會加場。而當時啲飛嘅價位就由最貴嘅180蚊去到30蚊都有，最平啲飛買得就預咗會坐到冇雷公咁遠，千祈唔好諗住握到手，可以感受到個現場氣氛就已經係超額完成。演唱會喺80年代係歌手同娛樂製作公司揾真銀嘅大茶飯，除咗張飛本身，紀念品亦都係其中一個收入嘅來源。當時喺入場之前，會場外面通常都有攤位向觀眾兜售一啲賣貴成倍嘅犀利光同埋印得勁差嘅 poster， 博觀眾一時鬼揞眼就會買咗。以下就等我哋一齊開箱，睇下一位唔願意透露身份嘅忠實歌迷喺當年究竟入手咗啲乜嘢戰利品。呢盒嘢係我老婆嘅，聽講係話入面有好多勁嘅珍藏品喺入面嘅。不過呢個盒呢，我就冇開過啦，一陣間我哋拆開睇下入面係咪真係有啲勁嘢。呢支迷你犀利光係演唱會主辦單位為咗搞氣氛喺天花板滲落嚟俾啲觀眾，唔係俾錢就買得到，可以講係終極嘅收藏品。1983年6月28號，同米奇老鼠冇乜直接關係嘅出奇老鼠餐廳喺尖東道開幕，破天荒咁樣將小型機動遊戲同披薩餐廳2合為一，一次過滿足晒細路仔嘅2個願望。出奇老鼠薄餅樂園好食好玩笑呵呵，嚟尖沙咀東同太古城探下出奇老鼠大本營啦！除咗出奇老鼠之外，喺80年代仲有好多大型商戶進駐尖東，隨便數下，唔單止有喺北海漁村樓上嗰間 Benetton， 全港第一間由清晨場做到子夜場嘅華茂戲院，仲有見證住無數死佬出嚟搞3搞4，並且徹底改變咗尖東嘅2個殿堂級夜場，亦即係中國城同大富豪夜總會。中國城同大富豪曾經係男人出去滾嘅代名詞，佢哋分別喺1983年5月同埋之後嗰年嘅12月開張，一間標榜自己係收緊的士價嘅勞斯萊斯，而另一間就直情買咗部金色嘅勞斯萊斯去接啲貴賓，仲要喺開張嘅時候請埋新華社副社長去佢嗰度剪彩。呢2間夜總會走嘅係日式路線，所以同大笪地、廟街呢啲平民夜總會，又或者其他同一時期嘅夜場都好唔同。至於佢哋有乜嘢分別，由於我哋唔係一個性教育嘅節目，唔會詳細講。大家有興趣知道嘅話，就自己睇翻以下嘅呢一個表。80年代尖東嘅夜總會，除咗搞旺咗嗰區之外，亦都帶旺咗其他相關嘅消費活動，例如去九龍塘道食糖水。不過當時九龍塘唔見得有乜嘢糖水鋪，淨係有啲叫做小築、別墅又或者酒店嘅隱蔽建築物，段中計租俾啲後勤嘅朋友去短聚。當中最出名嘅就有原本係李小龍故居嘅羅曼酒店，同根德幼稚園冇直屬關係嘅根德小築，同埋俾人類而唔係俾曱甴幫襯嘅來來酒店。1983年嘅6月份，喺香港感染到疱疹嘅病人突然之間增加。呢一種冇得醫嘅性病，原先主要係透過性接觸傳播，所以對行得正企得正嘅朋友嚟講，其實係冇乜影響。不過呢一年就有一個傳聞徹底改變咗大家嘅諗法。
話有個細路同一個泳客分別喺用完公廁同埋去完沙灘游水之後惹到呢個病，搞到連冇去滾嘅市民都驚埋一份，仲要用盡方法令自己唔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首先，大家都會避免去公眾地方度游水，搞到嗰年嘅夏天，就算熱到成33度，泳池同沙灘都係靜到拍烏蠅。另外，市民都會假定所有唔屬於自己嘅嘢係有滾，特別係茶樓，一坐低就派俾你嗰條熱毛巾，喺咁嘅風頭火勢，冇人再敢掂落去度，更加唔好講話用佢嚟捽自己塊面。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就係市民會盡量忍住唔去公廁，如果真係忍無可忍，就會同塊廁所板保持適當嘅社交距離。具體嚟講，市民會紮行馬，令自己個pat pat懸空，唔坐落去塊板嗰度，好似玩雜技咁樣。雖然呢個動作係非常嘥力，並且睇落去唔係太優雅，但係最少可以保住自己條命。1983年7月16號，九廣鐵路終於全線電氣化，令市民可以坐一程車就由九龍總站去到羅湖，唔需要再喺沙田度轉柴油火車至入到新界。電氣化火車喺全線開通嘅時候仲未係好完善，比起而家少幾個車站，並且部車喺臨入隧道之前，車廂啲燈會斬一斬，仲要張飛成日壞，要攞去票務處度搞至可以用得返。不過，就算有呢啲問題，新嘅電氣化火車都已經令到啱啱搬入大埔、粉嶺同上水嘅街坊方便咗好多。因為嗰幾年喺呢3個新市鎮有好多大型屋邨陸續入伙，所以要有交通工具載翻街坊出翻九龍道翻工同翻學。而電氣化火車就係當時最方便、快脆、好嘢嘅選擇，好受到乘客追捧。特別係以下呢幾位生活喺平行時空嘅市民，齊齊搭電氣化火車。喂，你都搭火車啊？係啊，翻工梗係搭火車啦。唔使排隊嘛？唔使等車添。又快又舒服啊嘛！1983年9月9號，颱風愛倫正面吹襲香港，係80年代唯一一次掛嘅10號風球。嗰一年，愛倫嘅來勢洶洶，好多學生哥為咗想知道嚟緊嗰日嘅打風假有冇着落，都冇瞓，聽住由商台同港台聯合播出嘅風暴消息，並且喺大約凌晨2點鐘聽到以下呢一個廣播：10號颶風信號喺上午2點鐘越掛，表示平均風力時速超過64海里。喺上午2點，颱風愛倫集結喺天文台以南大約35海里，香港天文台錄得嘅最高陣風風速橫瀾島則為113海里，預料喺未來數小時之內風力繼續增強。橫瀾島嘅位置喺邊？相信冇乜邊個人真係知道，但係見過天氣哥哥嘅語氣咁沉重，再加上當時未有李氏力場，所以嚟緊唔使返學都應該係坐定粒六。學生有多一日打風假，當然係爽皮，就算屈喺屋企都覺得係賺咗。不過呢一日打風假嘅代價其實都幾大，因為愛倫搞到300幾個市民受傷，6個人不幸死咗，仲令到香港嘅經濟冇咗成3億，即係除翻開，每個學生都分到成200幾蚊，夠買一對 Yasaki 波鞋。所以學生如果可以選擇節儉嘅話，相信佢哋都會寧願要錢而唔要假。1983年9月27號，牛仔漫畫嘅作者黃思馬因為癌症逝世，死嘅時候只係得46歲，可以講係英年早逝。佢創作嘅4格漫畫，由於主打溫情並且冇對白，所以完全唔需要識字都睇得明。喺80年代好受低年級嘅學生歡迎，係好多小學雞嘅集體回憶。80年代嘅香港學生好中意睇漫畫，但係當時並唔係所有漫畫都好似牛仔咁樣會被學校同埋老豆老母接受，因為佢哋牽涉到打打殺殺，又或者情情塔塔嘅內容，會被認為係教壞人。而為咗搞清楚邊啲漫畫可以明目張膽攞出嚟睇，而邊啲就要收收埋埋嚟享用，按照嗰個年代家長嘅底線，我哋大致上可以將佢哋分做3個類別。第一類漫畫被大人定性為益智圖書，例如牛仔、新雅出版社出嗰啲4大名著連環圖，又或者蔡志忠畫嗰啲4書5經漫畫。呢啲作品比較悶，但係唔係禁書，喺圖書館就可以借到，甚至乎連先生都想你借嚟睇。第二類係被定性為教壞人嘅公仔書，俾阿 Sir 周到就一定會沒收。而按照呢啲漫畫嘅產地，我哋又可以再進一步將佢哋分做本土嘅作品同埋日本進口嘅作品。本土創作嘅作品睇之前一定要捲埋插喺個褲袋後面至夠型，代表作有乜都打得一餐嘅香港4大名著，同埋透過無厘頭嘅哨牙針同4方果去洗香港市民腦嘅玉郎漫畫。
至於嚟自日本嘅作品，佢哋嘅題材喺80年代入面有好大變化，由初期嘅純情主題，又或者介紹下啲卡通片同埋特攝片嘅特刊，去到後期乜都可以講得一餐，由無無謂謂打足幾十期嘅，到曖曖昧昧硬係未去到大結局都追唔到個女主角嘅都有。呢啲漫畫打開咗好多細路嘅五官，唔單止提升咗佢哋作為一個香港人嘅日本民族認同感，仲令到佢哋學咗好多深奧嘅物理知識，例如乜嘢叫做絕對零度，相信好多經常搜書包嘅訓導主任係點諗都唔會諗得到。至於第三類漫畫就係嗰啲夾喺前面兩個類別中間，即係又唔至於好益智，但係又未算係教壞人嘅公仔書，例如老夫子就係呢一類。呢一本耐人尋味嘅漫畫，就算俾家長見到你睇，頂多都係叫你唔好睇咁耐，會喺合理範圍隻眼開隻眼閉。正正由於呢個人畜無害嘅優點，令佢被改編過幾次做動畫電影，並且喺83年上過一出續集叫做《山 T 老夫子》，個名係抄當年最賣座嘅外語片《E.T. 外星人》。E.T. phone home。只係將個 E 字變咗做個山字，非常老土，完全就係80年代嘅創作風格。1983年10月1號，政府強制要求司機同埋前座乘客喺開車嘅時候要戴安全帶，違規第一次會罰5嚿水，唔知死再犯嘅就會罰1000蚊。不過呢個並唔係嗰一年政府唯一向司機開刀嘅措施，除咗一啲立立雜雜嘅要求之外，更加歹毒嘅係佢將違例泊車嘅罰款由70蚊加到140，加足1倍。市民如果唔好彩俾人抄咗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叫阿 Sir 俾多一次機會。雖然佢心軟，放你一馬嘅機會係微乎其微。1983年10月17號，香港政府實行咗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幣同美金掛鈎。佢之所以咁樣做，係因為港幣自從大陸堅持要收翻香港之後，就一直下跌，並且跌到9月嘅時候，得翻1蚊美金兌9個6呢一個歷史低位，搞到原先已經唔係好掂嘅恒隆銀行出現咗擠提，而唔餓得嘅香港市民就一齊走晒去超市度搶米。為咗穩定翻個匯價同埋市民嘅信心，政府就由83年嘅10月開始拍心口應承銀行會用7個8同佢哋唱1蚊美金，並且一唱就唱咗幾十年。成個制度運作得到嘅關鍵係政府嘅袋一定要夠錢，呢個正正就係點解外匯基金啲錢唔可以亂 Q 撳用晒去做無謂嘢嘅原因。1983年嘅10月份，香港出現咗一個好恐怖嘅都市傳說，話喺銅鑼灣溫莎大廈嘅大堂入面有一塊雲石出現咗一個狐狸樣嘅花紋，被傳媒講到係有狐狸精現身，並且喺呢個花紋出現嘅同時，話一個喺嗰度擺緊滿月酒嘅 BB 突然之間死咗，死因係被狐狸精吸乾晒啲血。雖然當時冇人真係 fact check 過呢單嘢有幾堅，但係就算 fact check 咗，其實都冇乜作用，因為都市傳說向來講咗就當真，已經足以令到唔怕死嘅香港市民一齊湧去睇嗰塊雲石，並且連續2個禮拜逼爆咗溫莎大廈個大堂，可以講係嗰年最另類嘅親子活動。1983年12月12號，一個賣炸豆腐嘅車仔檔小販喺走鬼嘅時候，唔小心將啲滾油倒咗落一個小朋友嗰度，令到佢嚴重灼傷，之後仲粒水走咗人。雖然呢個小販最後都被警察撻咗，並且判咗坐4個月監，但係咁樣並冇消除到當時市民嘅擔心，因為大家都好驚車仔檔喺走鬼嘅時候會再發生類似嘅意外。車仔檔喺80年代的確係一個安全隱患，但係佢哋同時亦都為市民提供咗唔同嘅街頭小食，令大家多咗好多樂趣。當時嘅車仔檔美食分咗幾個類別，包括油炸類、汁煮類、湯水類、飽肚類、甜品類同埋戲院零食類。而能夠令到市民覺得呢啲通常係由下欄材料整出嚟嘅小食好好食，仲要食到津津有味，主要係由於檔主用咗3種蠱惑嘅銷售手法嚟導你入坑。首先，佢哋會令到啲嘢食有汁點，例如腸粉、臭豆腐一定要點甜醬，炒麵要落辣椒醬，滷水墨魚要點芥辣，碗仔翅要狂落醋，魚肉湯要勁落胡椒粉。呢啲調味料只係街頭小食嘅靈魂。嚴格嚟講，你係食緊啲醬，而唔係件嘢食本身。另外係要令顧客聞到陣味，從而激起佢哋嘅幻想，覺得啲嘢係好好食，例如雞蛋仔、炒栗子、煨魷魚，以至到最極端嘅臭豆腐。如果冇咗陣味，斷估好多人根本就唔會行埋去買。最後就係要用個合適嘅器皿去裝住啲食物。
正如好多星級嘅米芝蓮餐廳一樣，你點樣上碟係一種職人級別嘅藝術，會直接影響顧客嘅飲食體驗。而車仔檔用嘅就係嗰個唔索油嘅雞皮紙袋，同埋食腸粉或者炒麵嘅時候嗰個鐵兜。有啲檔就會用橙色又或者綠色嘅膠碟，再喺上面鋪多一張油紙。如果唔係呢個賣相，就唔會食到嗰種獨特嘅港式風味。以上就係1983年發生過嘅大事。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住 subscribe、share 同 like。另外，如果你有乜嘢關於80年代嘅得意嘢想同大家分享，又或者發現呢條片搞鬼錯咗啲乜嘢嘢，歡迎喺下面留言一齊交流下。今集就到呢度為止，下一集再見。